港車北上有什麼具體的優惠政策嗎？第6期，其他優惠政策，申請條件放寬，申請實行一人一車，一輛車可配2名駕駛人。香港車主只要年滿18周歲，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，本人名下登記持有一輛香港機動車，車長少於6米，且含駕駛人座位數不超過8座的非營運小型載客汽車，就可以申請，沒有配額限制，沒有投資納稅及特定身份等條件限制，停留期限靈活，車主可自由選擇往來內地時間。在牌證有效期內，香港機動車經預約可以多次入出內地，每次入境後連續停留不得超過30天，每年累計停留不得超過180天。費用優惠，香港機動車在內地行駛期間，享受與內地車輛相同的通行費減免優惠政策，如 ETC 車輛95折優惠，重大節假日小型客車僅7座及以下免費通行等。仲想了解更多北上資訊，就關注我吧。